发现金1万块，明仔载就开放线顶登记，身份证尾数1到0大省，上紧11暗时钱就会入去口座。意大利罗马一个中世纪的塔楼倒去，一个工人掉伫咧内底12点钟了才互救出来，因为伤势伤重，救无转来。中度风台海鸥昨登陆菲律宾的东部，风雨扫厉害，互加隆因引起上无2个人死亡，超过38人脱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要来讲的就是大家上关心的普发现金1万块到底要安怎领？政府即届有提供5种方式，分别是线顶登记、ATM 领现金、邮局领现金，佮直接入校，佮造册发放。其中，这线顶登记的部分，为11月初5，也就是明仔载开始，就会当依照身份证上尾数分流登记。明仔载头一批是尾数1到0的人会当先登记，就要准备好你的身份证、口座号码、佮健保卡，到政府的官方网站去选登记入校，然后把资料填好，确定无问题就完成了。若还未满13岁，囡仔就交予爸母来代替领。上早伫咧11月11暗时6点，钱就会陆续汇入去口座啊。若万不一超过时间煞无登记的人是要安怎呢？不要紧，因为11月初10了后就会全部开放，时到再过来登记嘛是会付的。爱特别注意的是，这网站的名称上后壁一定爱是.gov.tw， 这是政府的网站，千万唔通黑白点，结果现金领无成，煞电倒去互诈骗集团赚大钱。普发现金1万，特别入地，即摆拢总分做5种方式，互民众选择去领。直接汇款存起来吧。好像就会自动入账啊，好事一桩啊！即摆普发现金有5种领的方式，选择登记入校民众，会为11暗6点到12陆续入校。另外，还有464万人会当有直接入校，也是到 ATM 参邮局直接领现金。另外，特定偏乡地区也当透过造册方式发放。若是选择登记入校分流的民众，初5到初9这5日会当依照身份证字号，也是居留证尾数分流登记。初10开始，无限尾数号码。考虑到上一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凭款也大幅度的扩大。所以这一次我们相信，这个在登记入账的这个，不管预登记也好，或者是实际登录也好，我相信应该不会拥塞。因应即摆普发现金，真侪银行推出增加活动，像选择调峰入校抽1万绿卡金，第一银行是抽红2点数，华南银行有机会抽手机大奖，合库是上悬抽8万绿卡金。因为112年普发现金6000，某有银行偷走，提早付钱入校，外界关注即摆敢会阁发生类似状况。财经公司已经明确跟各行库各行库都讲清楚了哈。不可以抢先垫款发放，所以这一次呢，应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状况。财政部表示，避免民众诈骗，严加所谓发展部等单位联手，组成跨机关防诈骗专案小组，24点钟即时监控假的网址。也阁表示，政府未发简讯，还是电子邮件通知领钱，是登录呼吁民众唔通防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标出非洲地质，农业部下令禁运禁台，到目前为止，这所有证据是拢显示病毒无传出去的情况。按说明仔载就会讨论，敢要伫咧11月初6中到12点解除禁令。不过，即马煞已经有肉品市场大声宣布初7要开市。防检署强调，一定要等到政府公布，才算是真正解禁。非洲地质防疫倒头算，国家斟酌细致甲病毒彻底根除。全国市场已经入来到第3轮的健康方式，相对高风险的市场和一般的市场是完成6城、6项、6城，拢无正常的所在。或者场环境监测、或者车监测采样拢影响。在这一段期间内，有化质异常送检的县市，包含有彰化县、台南市以及屏东县。那所送的这一些检体，目前检测结果也都为阴性。
严格防止野猪去接触到喷。台港巡查全台湾27个掩埋场，无发现死亡的野猪。目前已经伫6个喷的掩埋场的附近设22台自动翕相机，其他嘛伫测试进程完成。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讲，所有科学证据拢显示讲非洲猪瘟病毒无传出去。暗算伫初5讨论讲，敢要伫11月初6中到12点的时阵解封。不过即马说传出有地方的肉品市场，所家己宣布讲初7开市。进仔跟禁运是依照我们动产条例的28条来做全国的一个公告一致性。那同样的，如果说今天要解封，也是由中央来做宣布，达到一致性，否则它会增加在防疫上的一个困扰。风险司长杜丽珍表示讲，敢要解封必须等中央宣布，袂当家己宣布，会搁含地方宣导，而且通令禁止。若是顺利解封，逐工出猪量原则上袂超过3万只，超过125公斤的大型猪，已经协调冷冻工会含屠宰场，会直接送去屠宰场来屠宰，而且冷冻保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伫咧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咧24点钟内可能会发展做风台凤凰。专家预测，这粒风台会有中度到强度的等级，而且可能会挖进台湾东部。若是这路线是也搁爱观察。受到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天气较凉冷。本岛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花莲立溪潭17.5度，新北富贵角嘛敢若17.9度。遮方冰水气高会落雨，加上华南分雨下到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大爱注意。一直到拜四水气才会减少。另外，伫海面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无排除会影响台湾。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3000多公里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今明2天可能逐渐会形成轻度台风。整个大气，不管是太平洋高压或是北边的一些系统，会导引台风未来的移动，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所以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气象专家林德温指出 ，TD29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加上环流等咧增强，加上无共关度，风速甲风向变化无大，海面的温度嘛较悬。24点钟内形成风台的机会真大，可能加做今年第26号的风台凤凰。目前模拟的结果嘛出现会真挖进台湾东部，或者是东部外海的信号，而且到时会伫咧中度风台的程度以上。因为它的强度是强的，再加上它的这个行进的路径有机会是直接对着台湾的陆地前进哈，那也使得对台湾的影响跟伤害可能会造成应该是最大的哈。天气风险公司指出，目前预报的资料大部分拢认为 TD29可能会一路去到李宋岛附近，才会顺高压迫边缘开始转弯，过程当中有机会挖进台湾，时间点可能伫后礼拜2至拜4。不过行到倒位会转弯，挖的角度有偌大等等，拢有真大变数，也要持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中度风台海鸥是伫咧昨登陆菲律宾中部，风雨扫入来，甲街仔路拢淹去，上无有2个人死亡，超过38人脱离。另外，伫咧加勒比海牙买加受到风台每年沙霜长，目前已经有32个人罹难，也若灾区的顶建路头是抑阁真长。时速150公里的透风，阁落大水雨，秀雾的街仔都一粒变做漂流湖。水梯啊，车拢踏做伙，会当看出这个风台有偌大。民众排行李了水避难，会当行阁算好运的。阁较侪人是看到眼前做大水，受困伫厝顶等救援。当局预报海鸥风台会对南类伊太性登陆，医生特地中部沿岸和地势较低的地区，但是风雨比预期的搁较低，就连遮尔重的货柜拢伫大水内面浮浮沉沉，搁全线失电。
透风甲当三马省300栋厝拢扣甲倒去，警消紧急出动，爱居民较紧离开。但是大水来了搁较紧，一日就失控，有的水是浸甲淹过一个人。目前海鸥等于每点钟25公里的速度往西边去，暗算初4较晚，也是初5透早的离开，入去到南海。当局警告讲，期间有可能引起3公尺悬的风暴潮。事实上，当地在2013年捌拄到超级强烈风台海燕，造成100万栋厝拢毁损，超过400万人无厝通住，甚至甲大拢也未完全复原。同款的困境，即嘛发生伫加勒比海的牙买加。Wish I could explain the pain. The pain, don't know. But it's just like your heart, stomach just burst. 90年来上大的飓风梅丽莎来啊，牙买加的西部风靠一个差不多拢变平地。风暴离开了后，规个城市密密麻麻，互政府唔知影爱对倒来拼起。If we had stayed, we'd have died. 那死伤人数因为清理灾区是愈来愈济，联合国国预估梅丽莎甲牙买加规年的 GDP 拢扣甲无去，财损免200亿美金，互中建愈来愈困难，正需要国际加大支援。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伫意大利罗马有一个中世纪的古迹通地塔楼传出倒去的意外，施工时有5个工人伫咧内底作业，其中4个人已经成功走出来啊。不过，剩的1个人煞掉伫咧内底12点钟了后才互救出来，煞因为伤势伤重，最后也是救无倒来。消防员坐分推，当咧救援受困工人的时，塔楼摊边的壁突然佫倒去。消防员甲围观的民众赶紧离开，现场是土粉蓬蓬响。这个事件发生伫当地时间初3早起，位于罗马竞技场甲罗马广场之间的中世纪古迹空地塔楼发生倒去事件。迄当时有5名工人当咧塔内维修，其中1个人随即为样大逃生，另外3个人也会负逃生，其中1名工人伤势严重。另外有1名罗马尼亚籍工人掉伫塔楼内，因为塔楼结构继续帮增加救援的困难度，消防队用吊车将大型钢线放伫2楼，为窗仔抽出装啊错下。救援经过12点钟，总算伫暗时顺利救出最后1名工人。也毋过1名工人因为伤势相当死亡。But as firefighters were trying to get the 5th worker out, there was another collapse. AP was already on the scene. We were live when the huge collapse happened. There was a big cloud of dust that came up. People just pulled back. The firefighters were covered in dust. And now they've brought in this extra machinery to get the last worker out. 空地塔楼伫13世纪是迄当时的教宗以诺真爵3世为家族所起的。14世纪捌因为地动受损，17世纪也发生过几摆倒去，后面出钱进行翻修计划。罗马文化资产局指出，青沙塔楼倒去毁损部分的结构。虽然官方表示开工进程的报告显示现场符合施工条件，也不过罗马检方有关针对事故展开调查。公司新闻刘小芬编译。秘鲁的前总理查韦斯因为牵涉倒空解散国会的代志，互人判关25冬。今年9月时保释了后，伊就到墨西哥的大使馆要找政治庇护，嘛受到批准。秘鲁政府认为墨西哥安尼做根本就无咧甲尊重，所以伫初3的时阵就宣布要甲墨西哥断交。南美洲西部国家秘鲁的政局持续混乱。顶个月，秘鲁国会以政治失灵的理由罢免总统博鲁阿尔特，个随由国会议长赫里宣誓就职做临时总统。不过，当地居民嘛因为国家长期腐败、犯罪加经济不安全这个问题，伫今个月发生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这个月初3，秘鲁外交部长迪奇拉伫记者会中宣布甲墨西哥断交。ocasiones en que el actual y el anterior presidente de ese país han intervenido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del Perú, el gobierno peruano ha decidido en la fecha romper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México. 迪奇拉表示，前总理查韦斯伫2022年12月参加当时的总统卡斯蒂约的解散国会计划，伫2023年6月关入监狱，互人判25年徒刑。伊伫今年9月保释了后，去墨西哥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阁得到批准。秘鲁就是安尼起一个甲墨西哥断交。虽然查韦斯否认一切指控，不过秘鲁政府认为墨西哥的做法真无友善，嘛增加两国本来就紧张的关系。La verdad es que han intentado convertir a los autores
del intento de golpe de Estado en víctimas, cuando la realidad demuestra que lo que los peruanos vivimos y queremos seguir viviendo es en democracia. A mí me parece que está mal, pero ¿qué podemos hacer nosotros? Nuestro Congreso está destruido, no hay nada que podamos hacer más que votar inteligentemente, ¿no? Eso es lo único que debemos invitar.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是伫上任1年外时阵，想要互国会单协前，就先解散国会，煞失败。卡斯蒂约是伫甲亲人去利马的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时阵，去互人逮捕，搁互人控告叛乱罪甲滥权，要面临34年的徒刑。卡斯蒂约目前还阁咧羁押，伊的家后甲子女是得到墨西哥的政治庇护了后，秘鲁政府毋再甲墨西哥驻秘鲁大使赶出境。公司新闻新闻会编译。南韩和美国的安保会议今仔日伫咧首尔举行，双方讨论的重点是安怎调整驻韩美军的角色，才会当来因应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局势。美国国防部长互人问到讲，若是台海出代志，敢会派美军去斗相共？伊是讲会考虑当时的状况来决定安怎应对。访问日本、马来西亚甲越南了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找三到这座亚洲行程最后一站南韩。这座重点是双方年度国防最高层级的对话机制。这是上场的韩美安保会议，双方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安怎具体落实韩美庆祝领袖峰会的讨论议题，像讲支持韩国建造核动力潜艇，伊表示韩国有世界顶级的造船技术，愿意甲韩国伫潜水艦也是水面艦艇、舰道艦等多方面加强合作。Korea has an incredible shipbuilding industry, which we look forward to partnering with a lot more. Whether it's surface warfare or submarines.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great deal to be made, and I think it'll be mutually beneficial to both countries. 李在明政府把核子潜艇当作应对北韩、中国、罗西亚邻国威胁的一大武器，要拼2030年代完成第一架国艦。赫格塞斯国家南韩国防部长安奎博就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南韩增加国防预算的计划，提升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事项交换意见。会后双边记者会有记者问到，那台湾海峡发生危机的时阵，是不是会派遣驻韩美军？赫格塞斯的回答是会考虑灵活应对，暗过保护韩国免受有核武的北韩威胁，是目前当面的目标。But there's no doubt, flexibility for regional contingencies is something we would take a look at. But we are focused on standing by our allies here and ensuring the threat of the DPRK is not a threat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certainly continue to extend nuclear deterrence as we have before. 让八年两国防长前3个做伙去京畿道蒲州市的共同警备区视察。韩国国防部表示，这座访问有代表性甲宣示意义，展现坚定军事同盟甲联合防卫的决心。就伫赫格塞斯到板门店1点钟前，北韩各向黄海发射真侪粒火箭炮。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中国有一个电商平台，因为伫咧网络卖即款囡仔外形的色情红仔，结果去互法国警告，讲若是阁发现即类的商品，就会禁止因阁入去法国的市场。这张相片是视频平台在卖囡仔外形的大人情趣红仔，从一开始去咧网络在卖，产品的说明有明确的性暗示，红仔悬差不多80公分，手阁抱一只泰迪熊。示威者查查伫巴黎历史真久的 BHV 百货公司指控诗颖参加囡仔的性犯罪，诗颖嘛互法国当局警告。Si ces comportements sont répétés, nous serons en droit, et je le demanderai, qu'on interdise l'accès de la plateforme Chine au marché français. 虽然表示讲已经伫册字甲相关产品含度拢落架，而且全面禁止所有性红仔类的产品。这个禁令是适用伫全球的平台。虽然执行长单位表示讲，网站起的什么产品是对第三方的卖家来的，但是愿意承担责任。法国反诈欺当局指出讲，网站顶悬阁有几件情趣商品，正就是外形看起来是大人的情趣红仔，已经通报司法当局来处理，而且虽然并无采取有效的过滤措施，无去限制未成年人也是敏感族群看到这黄色的内容。有分析讲，这个歹代损害诗颖最近几年拍拼建立会当信任的形象，尤其找到因伫 BHV 的实体店就要开幕。Est-ce qu'on a le droit de pactiser quand ça s'appelle le BHV avec une entreprise qui participe à la pédocriminalité? Voilà. 卫报报道，已经流行的领袖有名的诗颖实体店拢还未开幕，已经引起政治谴责、员工的愤怒和市府的警告，认为损害着法国首都进步的形
上，互一寡品牌拢走去，连续反对的有11万人以上。虽然是对中国创立的合作公司，总部是伫新加坡。虽然讲面对工厂的工作环境含俗价买会当单调的流行，造成环境负担才批评，所共款建立正大的电商业务。虽然因为网站的声明无遵守区域的使用政策，不实广告等真侪项违规，今年已经互法国政府罚3摆，总额有1.91亿欧元。虽然嘛正式提出相关抗辩。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伫意大利北部有一座炭坑，因为地质稳定，正做打造资料中心的新基地。当地大学甲民间企业合作，起造会当阻挡电波的机房，也通维持12度的温度。这座资料中心是按算伫咧12月就会启用。这个磅坑正深，大面有看到电火，离去上深的所在，看到磅坑顶拢是电线。这是意大利北部多洛米田山脉一座矿坑，虽然这摆还佫伫咧挖矿，不过特伦托大厦甲私人企业合作，投资5020万欧元，差不多代表17亿3000万，伫咧矿坑内面起一座资料中心，后面即特伦提诺资料矿场。Già anni fa si era pensato di sfruttare questi spazi perché hanno delle caratteristiche uniche molto adatte ad ospitare anche una sala dati. Si è deciso di partire proprio perché unisce la sicurezza fisica con il basso impatto ambientale ed energetico. 一般的矿井因为地势问题拢正湿，无适合设资料中心。不过这座矿井因为开发的白混岩环境打造，又搁伫咧正稳定山脉地下100公尺深，对水文甲地质的角度来看，未发生地动正稳定。另外，因为伫咧地下正深的所在，未受到炸弹的攻击，电磁波也无法度透过遮尔高的岩石层。因的技术拢是上尖端的技术，而且一直更新，保护网络安全，规个环境是无问题，是全欧洲第一座起一个矿井内面的资料中心。磅坑内规年通天的温度拢是12度，也正适合放农产品。Altri data center in sotterraneo, ma per la maggior parte si tratta di data center militari e non ad uso civile. Esistono altri data center ad uso civile che si trovano nel nord dell'Europa, vicino ai fiordi in Norvegia o in America. Sono però dei data center che non sono asciutti e non hanno le condizioni geomorfologiche che troviamo in Val di Non. 因为矿井内面的资料中心所服务伫咧拍的时阵会产生热能。国家上杜准农产品有相关冷却设备，资料矿场的董事会希望会当甲其他机构合作，靠1+1大过2的加成效果，互矿井发挥更加大的作用。即马有60个工人，24点真久轮班伫咧赶工，总共要修50公里的电缆光纤线路，一个3公里的广度。另外，一个装通风系统加发电机，维持环境的温度。按算规个矿井内面的资料中心占总面积的80%，剩的20%是做办公厅、保全加接待中心。规个资料中心按算伫咧12家正式启用。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